讲到台东县是即届上换才宣布停班停课的县市，台东透早确实嘛无啥风雨，真侪民众是困醒了后才知影今仔免去上班，进去超市甲市场买菜。台东县的灾害应变中心嘛开会要求16个乡镇市要随时注意水泵山所造成的危害。这起绿岛甲南势外海风景开始愈来愈大。 南势的路拢看袂到人，而即马绿岛甲南势的游客只敢若39位，家己要落来避风台。绿岛目前无灾情。我们地下电缆部分工程，我们也昨天也请他们把机具全部安置在比较安全的地方，让这个马路能够畅通。 台东县是本岛上尾一个宣布停班停课的县市，到透早才发布消息，将这边将伫咧困忙中才知影停班停课。不过你是风雨也阁无啥明显，民众估计菜市啊甲超市全家。好像没有像台风美。如果说他是照就是规定跑的话，我觉得我可以接受。如果今天中午放，我就会不开心。台东县防灾应变中心一早起由县长廖庆玲主持防灾视讯汇报。台东大学防灾科技资讯中心研判，台东县是伫咧风台的北方面，今仔日下昼到明仔载日是风雨上强。山区的部分的民众其实是雨大风强，那在这里我们也希望让民众更好的及早的因应准备，所以这样的一个发布，也许会让民众感觉有一点这个不方便，在这里也致上最大的歉意。台东县防灾应变中心提醒民众，台东县华山区有7个乡加16个村庄部落，容易变做孤岛。虽然风雨变强，民众就要依照乡镇公所的指示进行疏散。因若风台期间，民众也尽量莫去山区海边避免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